雙子座滿月釋放內心情緒，你內在壓抑着哪些意識？12月5日早上，當土星貼近天底，火星準備升上地平線之時，天空上即迎來一輪雙子座滿月，照亮了我們那些埋藏在心底的情緒與悲憤。在我們適應社會的過程裡，悲傷、憤怒、怨恨等情緒被套上負面這形容詞，且愈來愈不被允許。我們在和平主義的推崇下，被教導得和顏悅色，被教育成看時勢、看面色去行動。於是那些負面意識在沒受引導的情況下，沒被好好整理，只能壓縮成潛藏的陰影，默默殘留在深層意識裡，造成內在的各種分裂。最近這段時期，假如你在這幾天徹夜難眠，身體出現莫名的不適，那就證明了內在的滾動與分裂已經到了無可忍耐的狀態。無論是因為災害事件而產生的悲哀與恐懼，或是個人生活遇到的難過與怨屈，都應該在滿月的照亮下，允許這些情緒自由地釋放。如果覺得無助絕望，那就盡情地崩潰；如果覺得憤怒，那就盡情地表達怨氣吧。情緒並沒有絕對的壞情緒，悲傷與憤怒有時甚至帶來改變的勇氣，讓我們去跨越那些自己無法想象的困境。只有我們能夠放下對某些情感的偏見，就能重新整合內在的能量，不再分裂成雜亂的個體，排斥着靈魂渴望的事件，吸引着內在不需要的人事物。維持核心頻率，並不代表我們要克制能量靜止不動，而是學會在動盪中學會接納不同頻率的能量，允許各種能量的流動，並帶着覺察去釋放與轉化。